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把你嘅產品廣告信息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尋器首頁自然排比展示出嚟？喺呢度我哋會為大家一一解答。呢個係 Intel 作出一個調查。我哋先講搜尋。Google 有200多萬， YouTube 有130萬，兩個加埋就300多萬嘅搜尋。我哋再睇一睇互聯網喺1分鐘裏邊產生嘅變化。Google 搜尋200多萬， 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我哋要3日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域名增加70個，網站增加570個，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級郵件。Google 全球排位第1， YouTube 全球排位第3。YouTube 平均每個訪客停留嘅時間18分鐘，喺美國帶嚟20%嘅流量。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Roller Hit Pass。 喺呢個關聯頁面有245萬，喺10個連結裏面有2個直接係可以檢測到係視頻。第一個係國內一家公司，第二個係香港一家公司。我哋要睇嘅呢2個都唔係太重要，睇下下邊嗰個簡易搜尋，這一家係香港剛才排第4個公司。佢喺呢個頁面帶嚟8000多個關聯嘅連結，全部都係 Google Plus， 係香港設計製造嘅印花機嘅公司。佢喺呢度排第4。喺呢個關聯頁面裏邊，大家可以睇到網頁頁面有240萬。我哋再轉去 video 呢邊，10個連接，呢間公司起碼佔咗7個。喺呢7個連接裏邊，為呢家公司帶嚟嗰個訪問查詢會係幾多？另外，大家都要關注一下頂頭嘅競價廣告，右邊加埋有7個。我哋翻去之前嘅頁面得4個。大家喺呢度可以睇到，視頻推廣唔係我哋主觀去講當今個世界一個走勢，而係廣告投放嘅廣告主佢都轉向咗視頻頁面裏邊。佢認為喺視頻頁面裏邊可以帶出嚟嗰個訪問個客戶個比例係會比較高，所以佢哋嗰個投放已經轉向呢邊。同時大家回想一下，我哋每一日坐地鐵，喺地鐵車廂裏邊，乘客依家做緊啲咩行為，同舊年乘客所做嘅行為係完全唔一樣。大部分依家嘅乘客都係揸住部智能手機上網查詢資料、瀏覽新聞或者下載電影嚟睇。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確實需要有啲錢轉變，讓我哋嘅產品喺 Google 首頁排位顯示出嚟。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查詢嘅，大家不妨嚟到呢個網站向我哋提出諮詢。另外，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Product Channel， 呢個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國內市場嘅視頻平台。我哋保證承諾喺你哋嘅視頻播出之前，絕不加插廣告，絕不干擾你哋嘅視頻正常播出。同時，我哋呢個平台已經有手機版嘅版本，即係話今日用智能手機上網嘅朋友可以直接觀賞你嘅廣告，從而保持
與地球與全球同步。多謝大家。